水晶靈光即現，我必下垂，願望顯現。嗱，你最近係咪好黑仔咧？玩乜都輸錢啊！老細咧就好似就嚟俾佢炒咯。好啦，小人有多，係咁俾佢督背脊，周身都唔聚財。嗱，出現咩問題咧？你可以上嚟 Peter Sir 免費幫你做一個占卜，睇一個問題出現喺邊度，但係記得預約先。嗱，大家知唔知啊？水晶球你係聽得多，究竟用啲咩正確方法去輸入呢個願望，你要用願望容易達成咧？嗱，正所謂咧，如果你方式用得唔啱咧，你係好難知啊，容易成功。但係方式用得啱咧，好快達成嘅喎。OK， 嗱，即使你好強烈嘅願望，點樣飲，點樣去做都冇用啊，因為只係原地踏步，因為方式唔啱啊。嗱，今日 Peter Sir 教你一個方法。嗱，首先咧，準備一張紙 ，OK， 擺喺水晶球面前。嗱，水晶靈光即現，我自己嘅名，中文英文冇問題，願望顯現。嗱，好啦，咁啊攞起一個水晶球啦。嗱，當然一定要記住啊，消磁淨化咗先。好啦。咁你咧就先讀3次呢張紙嘅文字，水晶靈光即現，我 Peter Sir 願望顯現，讀3次。好啦，嗱，跟住咧我哋擺喺雙手度，因為雙手係能量中心點。依晚觀想你個願望達成咗。無論事業啦、愛情啦、財運都可以。例如事業，我想快啲搵到份工喺裏邊，咁你就觀想我已經喺一間公司度做緊嘢，好開心。OK 嗱，咁樣。觀想大概1分鐘，聽到聲音，睇到畫面，好真實噶啦，笑住諗1分鐘。好啦，完咗之後，嗱，未有咁快就完噶啦。好，跟住咧，我哋吸一啖氣，好，跟住將呢啖氣吹向呢個水晶球嗰度。嗱，慢啲，唔好急，吹到冇晒為主。好啦，將你嘅靈氣就係講俾呢個水晶球知。係一個秘密嚟嘅。好啦，完咗，我 Peter Sir 係咪就係咁簡單啊？其實梗係唔係啦。嗱，其實大家有冇聽過感恩嘅力量係好大嘅？我哋對住個天，感謝宇宙，因為我哋有咁嘅機會啊嘛。好啦，放翻低。嗱，如此類推咧，你連續做7天，嗱，可以咁講啦。喺呢個方法咧，我幫助好多人咧達成咗呢個大願望、大成功嘅。嗱，如果唔信，你都試下啦。